警報拉響，歐洲人正在瘋狂囤貨的真相，比疫情封城更讓人破防。刷到歐盟官方通告的時候，手都在抖，他們竟然手把手教居民囤3天救命物資，速食罐頭、礦泉水、移動電源、現金鈔票，這哪是應急清單，活脫脫一份末日生存指南。歐洲人囤貨這事兒，早不是頭一回了。2022年俄烏衝突那會兒，超市貨架上的葵花籽油半小時搶空，價格直接翻倍飆到1.8歐元一瓶。黑市更離譜，30歐一瓶的油都敢賣。德國大媽搶到2瓶油落得跟中彩票似的，轉頭就有人往汽車油箱裏灌食用油，油價漲得比炒菜油還貴，魔幻現實天天上演。這回歐盟更狠，直接把3天生存包寫進國家戰略，礦泉水、罐頭、手電筒、瑞士軍刀、現金式防水袋，連身份證都得果然實了，主打一個逃難也要體面。網友吐槽，救援要是倒在法國罷工的高速上，3天口糧夠開小賣部了。北歐人淡定表示，冷戰時期囤的碘片還沒過期呢。拋開這波操作，歐洲的焦慮全寫在臉上。俄烏衝突2年多了，烏克蘭糧倉敖德薩港至今停擺，歐洲2/3大豆飼料靠俄烏供應，豬牛羊都跟着餓肚子。中國光伏組件到時堆滿歐洲倉庫，70億歐元砸下去，夠把整個歐盟屋頂鋪滿太陽能板，可光靠買能填坑。德國汽車協會早警告過，食用油罐發動機，車廢了，別怪我沒提醒。普通人更慘，貨架空了，才知道囤貨多重要。2020年搶衛生紙還能當段子，現在搶的是命。芬蘭人囤碘片防核泄漏，挪威藥店賣空庫存，德國政府圖1.8億片碘化夾壓箱底。疫情教會我們洗手液金貴，戰爭又讓歐洲主婦悟出真理，麵粉酵母比愛馬仕保值。看看歐盟的整備聯盟計劃，8000億歐元軍費砸下去做飛機大炮。法國喊歐洲部隊爽門震天響，意大利、西班牙縮角落裝死。老百姓省吃儉用囤罐頭，政客揮金如土買導彈，這畫面像極了。老媽摳手買菜錢，老爸貸款買超跑，揸普通人能幹啥？檢查家裏急救箱，創可貼粘不住趕緊換，翻咪缸，別等斷糧才想起陳米長蟲。露營裝備擦灰，關鍵時刻帳篷比學區房管用。末日生存大神早就總結過，水、食物、藥品、工具4件套，低調才是保命王道。最諷刺的是安全感這玩意兒，手機電量滿格，心裏就踏實。烏克蘭碼頭上鏽的集裝箱提醒我們，全球貿易鏈說斷就斷。中國光伏組件能填歐洲倉庫，可自家的芯片卡脖子還在天上飄着呢。